你拢冲过来。哇，这应该是十八支手会较黑。嘿，十八支手要去十八支手咧。要做迄个人啊，我当然不爱讲。啊正，去小正，啊伊是相信是啦，是你啦。我经过37年。37年。36年我就来啊。来这大。有啊，所以我这个店开店啊开，迄就赚一条。哦，迄是安怎因会赚一条？迄就是因为老爹啊去做狗蛋，换山毛啊迄种，才会赚一条。这是迄个台北的甲水泥厂的铁道，就是冰岛的四季豆，就是四季豆。你看它的这么长。所以刚那个是四季豆。刚不是，这样那个哦，那个是扁豆，扁豆。有的人讲红背豆，它那个壳不能吃，里面可以吃。山边哦，啊路到这尔。山，我来的时候，山通到太极啊咧。苏港人诶，对啊。迄是苏港路的事，我讲我早有写吼，有啥物起这个？啊，路门啊，伫遐。这有做。啊，迄个火车路，对哦，啊，烫过迄个就改无寒。对，安尼尔。